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今日就上咗嚟風景花園啦，都有一段時間未介紹過風景花園啦。因為之前係做大維修啦，又未拆棚啦，咁啊而家係拆晒棚，做晒大維修。呢個優皮嘅風景花園，因為點解呢？我都幾中意嘅，因為單位基本上都會連一個車位嘅啦。咁呢個單位其實上面即係401尺，一個兩房單位。幾年前做過裝修，咁啊全屋大裝修噶啦。咁大家睇下單位價先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單位大門口嘅左手邊就係廚房。咁通常兩房單位咧，個廚房都喺呢個位置噶啦。咁啊，見到晒全部啲磚啊換過晒啊，做過晒啲水喉啊。佢做咗個半開放式嘅廚房。其實呢邊係通風窗嘅，咁呢隻窗開咗，同呢邊兩邊都幾對流噶。咁我而家喺廚房位置望翻下飯廳，個裝修真係好新啊！咁啊，景觀方面望翻去華翠園方面啦，咁啊望翻山景啦，見到網球場。泳池，好啦，第一間睡房，通常呢類單位咧個洗手間咧都會係名廁嚟嘅，咁啊戶主換咗做企缸啦，加咗浴屏啦，咁啊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景觀，望翻去沙田大圍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2，等你電話。